讲到这汉药、西药，敢袂当滥咧食咧？这食药的时阵，敢讲袂当空白就甲食？这老大人因为这辛苦病痛或者是老化的原因，加减都会食寡药或者是保健食品。毋过要安怎食才是安全？安怎做才会当避免食过量的问题？嘉义市药师工会结合着嘉义市20间的药局，提供药物咨询服务，搁再针对社区学校举办宣导，希望提升民众对食品药物安全的观念。药师甲要包的药丸，一粒一粒掰做一半，药袋仔顶面阁有家己放大，来提醒老大人要按时间安怎食。透过一寡小撇步，避免老大人因为袂记哩，或者是无注意有食药食过量的问题。老大人有当时咱的字，伊看较袂清楚，有当时伊会食了过头，还是伊下早食，伊可能他又忘记了，会吃过量或重复用药的现象。中药西药敢会当滥咧食，食药敢一定袂当空白。药品、保健食品安怎食才安全？除了透过药分装、药袋注明清楚以外，嘉义市的药师工会配合卫生局，阁有找在地20间药局，轮流要透过社区的宣导，提醒民众，尤其是食大对食品甲药品的安全观念。较侪就是讲，你食的当中吼，伊用药的时间，个药去滥调，所以咱就是希望咱卫生局阁这药师工会药师来。按正确用药宣导。我嘛捌看迄个老大人一边吼，迄药包摕出来咧，规卡，食久嘛会乱去，去病院，有诶毋知影讲要去对问，有诶去问嘛感觉歹势。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到今年5月底的统计，嘉义市老人的人口已经占嘉义市总人口的18.68%。老大人对食品或者是药的错误观念，拢会对身体带来伤害。卫生局希望透过药局甲药师的宣导，让老大人有正确的食品药物观念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